今开始，咱来关心逃亡4天事件，犯杀人未遂的嫌犯，昨暗伫新庄双凤路一搭公寓被抓到啊！警方调查，这2天嫌犯拢用假名四界咧做线工，最后警方是发动加急动员，缩小范围，才顺利抓到人。三指，叫啥名？ 犯杀人未遂罪性感的嫌犯为病院逃走4天了后，日暗时7点30分，在新北市新庄区的一个公寓抓到。为什么要逃亡？为什么要变装？检嫌在脱逃将近5个小时以后，院方才通知医疗的院方才通知我们。我们接受报案以后，就非常的投入，组成专案小组。 性感的18人犯杀人未遂案被判刑定验，受监护处分。19位家人病院逃走了后，同一天下晡，坐客运到台北市南京3民站，为台北车头、西门町、龙山寺等一所在拢有影者。不过台北市警方一直到2日才得到家人警方的通报，人伫台北拍走。新北警方启动应案小组调查监视器追查伊的行踪。顺利调阅监视器。 然后发现犯嫌的足迹，那顺利在今天晚间7点顺利查获犯嫌到案。嫌犯搁被监视器翕5月20中昼走去新庄地藏庵跋杯，好像像是祈求唔通被抓，认真拜10摆，毋过拢无成功。伊也一直变装，原本穿白色的衫，抓到的时阵穿蓝色的衫，因为多犯有攻击性，北部真济间学校校园要暂停对外开放。性感的嫌犯被抓了后，新北市29区的校园为今日开始恢复开放。警方透露，嫌犯自认精神无问题，因为挡不住病院的环境才逃走。目前已经由基隆市警方带回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